问：金刚经云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其义云何？答：法的体毕竟清净，无有一物可得，是名无法可说。正以法力空集体中，其形沙之用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说法。故云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问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欲为人勤俭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勤俭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义云何？答：即如有人未有大善知识，为造恶业，清净本心被三毒无明所惑，不能显了，故云应堕恶道也。以今世人勤俭者，即是今日发心求佛道，为无明灭尽，三毒不生，即本心明朗，更无乱念，诸恶永灭，故以今世人勤俭也。无明灭尽，乱念不生，自然解脱，故云当得菩提。即发心时，名为今世，非过生也。又云如来五眼即何？答：见色清净，名为肉眼；见体清净，名为天眼。以自色见，乃至成恶，色能微细分别，无所念着，以中自在，名为慧眼；见无所见，名为法眼；不见无见，名为佛眼。又云大乘最上乘，其义云何？答：大乘者，菩萨乘；最上乘者是佛乘。又问：云何修而得此乘？答：修菩萨乘者，即是大乘；证菩萨乘，便不起观，地无修处，湛然相接，不增不减，名最上乘，即是佛乘也。问：涅盘云定道慧晓，不离无明，定晓慧道，增长邪见，定慧定果，即名解脱。其义如何？答：对一切善恶，色能分别是慧。以所分别之处，不起爱憎，不随所念，是定。即是定慧定用说。又问：无言无说，即名为定；正言说之时，得名定效。答：今言定者，不论说与不说相定。何以故？
为用电性言说分别时，即言说分别一定；若以空心观色时，即观色时亦空；若不观色、不说不分别时亦空，乃至见闻各地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为自性空，即以一切处色空，空者无着，无着则是顶用。为菩萨常用如是顶空之法，得自究竟，故云定慧定者，即名解脱也。今经为你譬喻显示，令你身心得解断疑。譬如明镜照相之时，其明当下，何也？不照时亦当下，何也？何以故？为明镜用无情明照，所以照时不动，不照亦不动。何以故？为无情之中，无有动者，亦无不动者。犹如日光照射之时，其光当下，何也？若不照时当下，何以故？为光无情，故用无情光照，所以不动；不照亦不动。照者是慧，不动者是定。菩萨用是定慧定法得三菩提，故云定慧定用，即是解脱也。今言无情者，无幻情，非无性情也。问：云何是幻情？云何是性情？答：若起离性，即是幻情；离性空故，即是性情。问：经云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其意如何？答：语言显义，得义言绝。义即是空，空即是道，道即是绝言。故云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为得义实际，经不起观，不起观故，即是无生；以无生故，即一切色性空。色性空故，即万缘俱绝。万缘俱绝者，即是心行处灭。问：如如者云何？答：如如是不动意，心真如故，名如如也。是知过去诸佛行处行，亦得成道；现在佛行处行，亦得成道；未来佛行处行，亦得成道。三世所修证，都无异无异，故名如如也。为无经云，诸佛亦如也。至于弥勒，
亦如也，乃至一切众生，悉皆如也。何以故？为佛性不断，有生故也。问：即色即空，即幻即性，是顿无效？答：是。问：云何是即色即空？云何是即幻即性？答：心有染即色，心无染即空；心有染即幻，心无染即性。有云：真空妙有，故即色；色不可得，故即空。今言空者，是色性自空，非色灭空；今言色者，是空性自色，非色能色也。问：经云尽无尽法门如何？答：为二性空故。见闻无生是真，真者自老真；无真者以无生体中，其形沙妙用，随时应现，色界具足。以本体中亦无损减，亦无损灭，是名无尽，即是净无净法门也。问：真与无真，为一为别的？答：体是一，说则有别。问：体即是一，云何说别？答：一者是说之体，说是体之用，为随事应用，故分体同说别。如天上一日，一地种种分气性水，一日气中皆有一日，自气中日悉皆圆满，与天上日亦无差别，故分体同。为随气立名，即有差别，所以有别，故分体同，说即有别。所现自日悉皆圆满，以上本日亦无损减，故分无尽也。问：经云不生不灭，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答：不生不生，善法不灭。问：何者善？何者不善？答：不生者是染老心，善法者是无染老心。但无染无老，即是不善不生。得无染无老时，即清净圆明，湛然常寂，毕竟不迁，是名善法不灭也。此即是不生不灭